我跆拳道6段，曾经参加过全国运动会比赛，与奥运金牌国手陈时欣比赛过。当时他拿到金牌，我是银牌。不过现在我来到特勤中心参加这次总统大选任务，对我而言，这才是永远的奖牌，至高的荣誉。谢谢大家。我们除了秉持我们的信心、毅力、决心，展现出我们的专业，我们以历次选举勤务作为借鉴，同时以特勤老前辈的期许，特勤工作不是0分就是100分的严谨的态度来面对。相信未来我们在勤务的规划以及执行力度方面，只有好与更好。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也有能力完成这次的任务，全力以赴达成上级交付的任务，绝对不会辜负国人对我们的期待。好，我们想请问一下，的训练内容包括哪些？简单跟我们讲一下。我们的训练内容包含到我们特勤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的技能，除了体技能之外，拳术、战术以及各项专业的训练，一些个人的战技战斗方面之外，还有一个组合训练，还有实兵的操演，都在这次我们的课程当中。那主要是整合我们基本编组的团队的默契，来应付未来的挑战。好，请问一下，在大选当中，如果遇到有候选人的热情民众自己组的护卫队跟人起冲突，你们会怎么处理吗？有关这方面，我们在训练期间也都做好了万全准备。后续我们在做勤务执行的时候，也会跟这相关的单位做好配合以及沟通，全力达成任务。好，谢谢。先开始介绍。将扫描过的商品放置置物台上，请确认购买商品数量。请将悠游卡靠近读卡器进行支付。消费成功，欢迎您再次光临。这是我们特勤中心的无人商店。这家无人商店呢，是到润发公司第一次在公家机关设置的无人商店。那可以全天候24小时的提供各式饮品、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那因为没有时间的限制，更能够为我们全时执勤以及披星戴月的特勤人员提供非常及时以及方便的采购需求。那我们的付费方式也十分的方便，就是可以使用 Line Pay、悠游卡、信用卡以及接口支付等等智慧方式都能够实施付费。那我们就请赵丽小姐再为各位做一次示范。